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日本国务院让台湾渔船的风波，日本媒体所报道讲，是咱台湾掠鱼掠过界搁介弄的。中国的国庆晚会有真侪台湾艺人参加，甚至称呼中国是祖国。陆委会表示，若准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会依法处理。中航大海财经中心表示，台商回流投资房地产，地区买耐久财的信心是创下新高。咱台湾所有的渔船总伫钓鱼台海域，好亲像去互日本的公务船弄到，造成咱的渔船受损。不过，日本的媒体所报道讲，是咱台湾的渔船掠鱼掠过界，搁来遮违规，才搁去弄到因的公务船。谢旦船长一讲起渔船和日本公务船冲浪的过程，也心惊惊。船长讲，新林坡23、6号日七伫钓鱼台西方12海里作业，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冲浪，船头受损。渔业电台协报了后，通报海巡署派出基隆南前往救援。那在下午大概4点半左右就到现场跟林坡号的渔船会合，也关心他的船的状况。那没有安全顾虑，得马上接护他返回台湾。伫船南解后，渔船日白透早返来南方澳船顶7人平安。早起，包括基隆县长林志妙、渔会代表拢到场声援，抗议日本公务船的作为，要求赔偿损失甲回息的。两个中午，咱拢跟渔民站在一起，把渔民的权益然后来改沟通。应该是讲，咱甲阮做个好势，厘清的责任。不应该用蛮力、用暴力的行为造成渔民的损伤，这是相当的不恰当，所以日本人就是恶霸。不过，日本媒体报道指控咱国渔船伫日本钓鱼台领海违法作业，才弄到公务船，目前双方的讲法又太厘清。现在是双方各说各话，所以我们的海巡署到那边搜证之后，回来还要再经过调查。这个冲撞啊，到底是哪一边冲哪一边撞哪一边？现在各说各话。那个监控中心的这个图哈。就是航机图来看的话，刚好是在那个线的那个边沿。那所以他们的公务船跟我们的渔船好像是平行的时候，我们的船要转弯，就是要回头找。因为所有渔船调伫钓鱼台海峡作业，但是渔业协议伫12海里外作业无受日本干扰，也毋过12海里处的较敏感，渔民要求政府要硬起来。因为海巡署已经完成搜证，业署强调会甲海巡署等单位配合，透过外交管道甲日本协商。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日本说明，袂当对咱国渔民有不当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央视日前公布中国国庆晚会的表演名单，艺人欧阳娜娜、张韶涵拢在内。因两个人搁再表示讲，中国就是伊的祖国，所以引起正人议论。陆委会表示，若准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会依法处理。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公布11国庆晚会阵容，穿红色礼服徛伫舞台中是台湾艺人欧阳娜娜，要甲中港艺人合唱中国爱国歌曲《我的祖国》，直接表示中国是祖国。大家一起合唱，然后又是以一种特别澎湃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期待又激动，但是同时也挺兴奋，向祖国告白吧。记者打电话给欧阳娜娜爸母，无接电话。欧阳娜娜阿姨表示，因一家伙目前无伫台北。另外，同款要伫中国国庆晚会顶悬演出的，还有艺人张韶涵。我一起向祖国告白吧。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欧阳娜娜等人去中国活动，正在收集相关的事情，交陆委会相关单位认定，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人民等非经主管机关许可免甲大陆地区等机构有涉及政治性内容的合作行为，违者应处10万以上50万以下罚款，应连续处罚。陆委会呼吁国人不应参加中共11相关活动，沦为中共对台统战的样板工具，也不应支持协助中共对台进行统战宣传。台湾艺人我向中国上有名的是，当年住伫中国的黄安甲刘乐言，拢捌真侪摆反大陆甲批评台湾言论。有艺人为经营中国市场，亲像艺人林心如，捌因为领文化部补助被检举台独，表态永远无支持台独。代理人柯以伦等人也捌假日通道基地。大陆的市场一直都很大，尤其这个演艺圈的这个发展。过去他们会要求要做政治表态了哈，那这一次显然的似乎没有特别去凸显这一点。
学者分析，伫疫情影响下，两岸的官方民间往来拢断去，中国希望赶紧对接两岸关系，并无要求艺人做政治表态，改以合唱方式呈现，不过依然引起未少的负面观感。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气候与能源市场联盟的官方网站，前几日甲台湾的六都列做是中国城市，却引起正南抗议。经过外交部的协调，网站已经改到转来中华台北。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这是正南团结结果。不过台北市环保局说讲，全球市场联盟有甲因回批通知，讲是技术出问题，才会改做是中国的。全球气候及能源市场联盟官方网站将台湾六都都市国籍纳为全部标示为中国。经过台湾强烈抗议，六都市长罕见无分哪力共同发表中英文声明。二北已经研看到官方网站将六都改回Chinese台北中华台北名字。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作为高雄市长更没有办法接受说高雄是中国的高雄。高雄就是高雄啊，这个当然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我们的抗议的声量也很大，所以我想各都都一致哦，这是这一次他能够顺利回应的原因。我要特别强调，昨天发生这个事情已经是全球市长联盟第2次恶意的更改，下不为例。全球气候及能源市场联盟主席由经纽约市长彭博、甲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蒂莫曼斯共同主导，2016年将市场契约甲欧盟的首长使用正式合并的跨国 NGO 平台，致力解决全球气候变迁及能源危机，已经138个国家超过1万都市加入。这摆六都共同向市场联盟抗议矮化台湾，台北市环保局已经收到官方回函，强调是技术故障所造成。国际对台湾这样子不礼貌、不正当的作为，这一次因为朝野市长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把名称很快更正过来，希望以此我们以后大家更团结，就会更有力。行政长苏贞昌强调，因成功解决的是这摆调遐团结的结果。虽然国籍已经解决了，不过却被发现新北市长名也是前任市长朱立伦、高雄市长陈菊甲台中市长林佳龙，一直到28尾暗仔官方网站才将这3都全部改为现任市长的名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早起，中国军机又搁再来扰乱台湾啊！外交部长高昭畲去到立法院备询，也有立委来质疑讲，台海若准发生战争，美国敢会协助台湾呢？高昭畲表示讲，敢要来帮助台湾是爱美国家己来讲，也针对着台美建交的问题，伊也强调讲会继续深化关系。中国军机最近真接扰乱台湾，二北透早6:47就侵入台湾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这嘛是台湾空军用广播驱离连续第13天，嘛是这个月中国军机上早出现的一届。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外交部长吴钊燮二北出席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备询，立委嘛关心台海，若是开战，美国伫什么款的条件之下会协防台湾？就是说，这个话应该要由美方来说，我们不能够替美方来说，但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态度要非常的坚定，就是说自助而后。人助。顶一日吴钊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访问，伊讲现阶段未甲美国建交，因为这点嘛正做立委质询的焦点。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复交当成你的施政重要目标。跟委员报告，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就是说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在所有可能的这个层面，跟美国，所以也包括复交嘛。在所有的可能的有没有包括啦？部长，你就回答我的问题，直接 yes or no。反对党会叫你明天就加入联合国，后天跟美国建交，然后下礼拜总统出席 APEC 会议哈，搞不好还跟中国宣战。我们现在只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这个当然目前达不到嘛。部长，同不同意？同意委员的这个说法。那我在外交部长的任内不晓得还有多少时间。吴钊燮讲，实际来看，还未达到台美复交。现阶段台美的关系变较好，是大家看会到的。强调讲，外交部现阶段推动实际外交，加强台美之间经贸、安全甲政治的往来。也若世界卫生大会定伫咧11月初9至14来复会，目前还未决定是以实体会议或者是视讯来举行。外交部表示，会甲卫福部继续拍拼，还佫有结合民间的力量来推测，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增加3个对境外入来确诊病例，有2个是菲律宾的男性移工，有1个是对印尼回来的台湾人。目前台湾已经有513例。另外，针对着武汉企业疫苗若准进口入来，拢爱用低温保存。指挥中心也表示讲，若准有选定要用倒一种疫苗，就会随进行设备的规划甲安排。国内阁增加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植病例，第581例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9月11为菲律宾来台湾工作，机场检验是阴性，入境到即马无症状，集中检疫期满几工，9月1日阁一摆采检了后，去工作有定地，阁甲斗阵来朋友食饭，2倍检验结果出来是阳性确诊。第582例也是菲律宾籍移工，是40多岁男性，9月23来台，到即马拢无疑似症状，9月1日第2摆采检才确诊。第583例是本国籍40多岁男性，今年7月底去印尼工作，9月中伫当地因为先生落车腹肚痛，被诊断是胃溃疡。9月1日坐飞机登台湾时阵，因为主动告知症状，由机场人员安排采检了后才确诊。指挥中心表示，第581例入境采检时应该是归阴性，检验抗体发现已经感染一段时间，感染源应该无伫台湾。我们有在验呢，它的这个抗体啦，它的 IgG 是阳性 ，IgM 是弱阳性啊，所以看起来也是有大概2-3个礼拜感染的左右。另外，新冠肺炎疫苗全球正赶紧的研发当中，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进度上紧的有2期疫苗，拢已经进入第3期临床试验。一个爱保存伫2度到8度，便于一般冰箱就应付；另外一个爱伫负20度低温之下保存，解冻了后一万用保存1礼拜。那疫苗选好，就会甲药厂讨论做好冷链系统。我有看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装备的公司，应该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装置啊。那只是这一块，因为它是第一次，到底这个量有多大，我们需要采购多少，这些其实都需要再估计。伊强调已经甲冷链公司甲工程去参详冷链程度的代志，指挥中心也愿意负担改装的费用，因为也无决定采买倒一剂疫苗，也搁看到时阵采买数量做相关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维权委员会伫今仔日调野立委拢轮流质询美国猪肉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头摆对外表示，既然美国猪肉通好进口，无道理讲袂当食。另外，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邀请到卫福部长陈时中进行业务报告。这2位拢是外界伫咧邀，有可能正做是选台北市长的人选。这回质询证人也认为讲有互相伫咧比拼的感觉。总统蔡英文宣布，明日起开放安全质量的莱克多巴胺俗称300种的美国猪甲美国牛肉，以利未来台美双边的贸易协定，引起外界议论。礼拜早起也成为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共同焦点。有立委质疑，经济部长王美花敢是愿意食美国猪？王美花头一摆表态：您经济部，您愿意带头吃吗？请问部长。我觉得只要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我们规定的这个容许率，我觉得没有什么愿不愿意吃啦，因为这个都是政府认为检验是合格的。另外，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质疑，卫福部委托成大进行的莱克多巴胺风险评估中，并无包含感受有致癌风险，而且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针对莱克多巴胺的安全摄取量研究，有效样本只有5个人，也有科学争议。建议卫福部应该比较基改食品伫外包装表示猪肉敢是有莱克多巴胺，后民众清楚辨识。基改食品当时我们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列入强制标示。基改食品可以做到。为什么受精做不到？所以我们把原产地的标示做好，原产地是不够的。但是就表示的部分爱看可用性加有效性。工业业者表示，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台湾希望甲真济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若讲无解决美猪美牛的问题，是无法度加入组织，因为 CPTPP 所有国家也拢用稳进口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年开放美国猪肉了后，政府对猪农的种种照顾，无的确会增加饲猪的意愿。伫彰化丰原汉堡村的居民，日前就伫2间饲猪仔场的预定地头前抗议，烦恼饲猪仔场若起好，会破坏当地养殖企业。居民也希望县政府就要严格管理。
金明徛伫已经核准设立的市场有定地监控机，就惊2万外只的猪市场重检中冲击彰化丰原乡汉堡村的勇士业。哎，好好来沟通协调，我感觉这是上重要。与空间我嘛就无爱。居民表示，汉堡村除了青鹅甲蛤蟆的养殖业，同时也有丰富的海花生态、汉堡湿地。最近电风炮饼发展广告，也毋过彰化县政府即马却核准2座新设的大型市场设置。毋免干这2场啊，我听讲就是讲，正场以外，还阁有3组要来遮买土地落市场就对啊。除了新市场进驻的问题，汉堡村民更烦恼明年政府若讲提出国产地补贴政策，再加上地下地面会当设置太阳能供电板的装置，可能会互一寡离木的市地好服用。丰原乡汉堡村发起汉堡爱乡联名，呼吁彰化县政府爱严加监督。开发的这个区块，它都离聚落都大概在300多公尺左右而已。担心的就是水源的问题，再来就是那个空污的问题。彰化县农业处指出，汉堡村2座新设的市场需要符合废污水处理的标准。彰化县也针对市地数有上限，未因为中央政策补贴，就大大开放市场。彰化县我们目前的最大的养猪的一个饲养量，当初报准农委会是规范在77万头，那目前是差不多75万头，我们是有一个总量管制的一个机制在这里。汉堡村民表示，规个村只有3、4千人，猪也却有10几万只。政府政策之下，可能会推动一波离谱的猪肉服用，希望政府量早形成，唔通互美的海岸线被污染。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条条，强调讲是伫台湾生产的白人起高，正刷发生讲中国制造假作是台湾货情形。伫今年4月，发现讲因对中国进口308万外条细条的起高，外包装竟然因讲是台湾家己水上制造的，家己检方也认定讲无老实标示，目前也先甲负责人起诉。深深行礼。生产白人起高的家人实业总经理王英可，甲消费者回实的，因为疑似为中国进口一支无公克的起高，准备提供给饭店做礼品来使用。不过生产地刷写台湾家己水上乡，造成标示不实。总经理表示，这确实是因管理上的疏忽，确实让我们管理上重大失误，给予个人和公司很大的教训。代志发生伫咧4月份。海关查到308万4千支的起膏，拢是为中国进口一支5公克的起膏，拢已经装好势啊。不过起膏外表的产地却是写台湾家己厂的字迹。家人第一时间表示，原本敢若是要为中国进口起膏的软膏，来台湾了后才甲起膏灌入去。不过疫情期间，中国欠工人，做的工人就是讲爱规日完成，不过检方是无要相信。主管他们回去他们的城镇，然后没有办法及时赶回来做生产。所以就是由基层的员工自己拿下去直接执行。检方认为讲，家人的供事是反起反倒，因若这批伫咧中国广东生产的起膏，产地应该爱写家人广东中山厂才对。目前要是甲负责人以涉嫌虚伪嫖妓起诉，未少民众已经对业者无信心吗？生意人这样子很乱搞，对不对？消费者也是很辛苦的，对。确实一点啊，如果有些人还是会很在乎是台湾的还是什么哪个国家的。民众认为讲，虽然中国生产的商品品质无一定拢真歹，即嘛真侪商品嘛是中国代工或者是制造的，应该甲相关的资讯，互消费者知影。因若家人表示，这批起膏目前拢已经退倒转去，强调讲台湾卖的起膏拢是台湾制造的。因若这敢会当甲因商业的名誉搁揪倒转来，也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益智朴所谓集团伫今年7月，警方查到因涉嫌利用中国银行的人头口座，替国内外50多个跋筊网站非法交易，所赚的乌心钱大约有50亿外。台南地检署搁再查到讲，这个集团涉嫌利用假文件申请商务入境，协助1094人次的中国人非法来台湾。目前也已经抓到16位的嫌犯，另外姓曾的负责人目前正在走路，警方也正在介追捕。警队员大埔兄弟益智朴所谓集团伫台北市内湖区这间科技大楼稽查，发现房间内电脑屏幕也开着中国电子支付的页面。原来因长期替国内外50外个跋筊网站洗钱，短短8天经手金额就超过50亿。涉案的17人伫今年7月被以洗钱甲跋筊定罪以上。
台南地检署也伫3月调查另外一件菲律宾网站剥缴集团案，也发现一直破涉及不法。发现在机房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是那种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士商务往来的名义进来台湾的会用一些不实的一些资料来引进。台南地检发现，剥缴案中的姓林甲姓高2名中国籍员工，拢摕一直破帮忙规作的假资料一查，才发现一直破早伫1804年开始，就涉嫌替台南甲高雄的运营商引进194名中国人士非法来台，为的就是赚中方的手续费，作为集团营收的项目之一。他从104年开始了，包括他们的一些洗钱或是赌博的机房，就是论件计酬啦。那这5年多下来的话，大概总获利大概是超过5000万。检方将专案以两法人民关系条例甲伪造特种文书等罪起诉涉案的16人。另外，针对这个集团的负责人姓曾的主嫌，目前已经走出境，检方也已经发布通缉。记者综合报道。伫今年2月，国防部派兵协助翠安国家队生产。当时台北市后备指挥部中校李志高上士张正荣涉嫌利用驻地翠安工厂的时阵，偷摕1500块翠安去卖钱。专案台北地检署今日侦结，这2个人也依照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起诉。根据着检调追查，其中1000袋翠安交去互李志高，用1袋8块的价销卖互朋友。另外500袋翠后无愿意透露任何消息。北检伫今日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起诉这2个人，专案一审台北地方6年了后，才由北院来决定敢要继续受案。第59届金钟奖二小节目主持人张家俊，因为申请着原住民达悟传统的服饰上台领奖，所以有一寡媒体甲伊口洗讲伊安尼穿了伤少。当事人表示，伊根本无要紧这寡言论，颠倒鼓励大家着爱自我认同。不要成语，法公有钟家俊。二小节目得到金钟奖肯定，2位主持人穿达悟族甲泰雅族的衫领奖。我很骄傲，也很高兴可以穿上我自己的族服，然后给全球、全观众、全国的人看。穿族服领奖代表对金钟奖最高敬意。不过张家俊的达悟族服装，却伫部分媒体甲网络平台引起讨论，而且有的用词带有口舌意味。自己不会太在意在这里，因为我还是穿啦。你们要先认同自己，别人才会去认同你。要不然你没有自己认同自己，别人要怎么去看待你这件服装的事情，还有你的文化？面对争议，张家俊真乐观，表示袂安尼被影响，还佫鼓励大家爱先做到自我认同。来自阿美族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认为，毋是所有人拢勇气伫台湾穿族服上街路。要问的并是为什么假，而是什么互人唔假？为什么把自己的族服或是在重大场合要穿的礼服穿出来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勇气？要多多认识，不要用自己原来的眼光或者是观点去解读一个你原本就不知道的事情。多年来一直在追求我们建立多元文化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你像这次金钟奖这么多不同族群的朋友得奖，这值得鼓励。文化部长李永德伫出席金颁奖典礼进前也做出回应，希望应尊重多元文化。也有学者指出，同款的情形不止原住民会拄到，伫新住民甲移工身上也开发生。在社会阶层上面属于比较下面的阶级，不管是经济阶级或者是族群，那通常我们都会用一些猎奇、揶揄的眼光去看报道的内容就尽量引导大家去尊重去欣赏。但从评论水平以媒体报道方式来看，建议应更加正向引导大众，向好的方向思考。目前台湾的教育也在推动平等，期待下一世代应够心性思考，打着特定标签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妥当？各族群之间应彼此尊重包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案件，咱做伙来关心全世界疫情。根据着外国媒体法新社的统计，全世界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另外也超过3300万人感染。疫情上界严重的所在，就伫拉丁美洲加加勒比海地区。另外，巴西也已经超过470万人确诊，死亡14万2000人。另外，印度的总病例也已经超过600万人确诊啊。
新冠疫情伫全球咧滚价，根据法新社的统计，因为疫情死亡的总人数伫咧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7暗10点半超过100万例，累积超过3300万例确诊。疫情上严重的是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地区，超过919万确诊的人内底有34万外人过往。On n'arrêtera plus le virus. On est en phase de circulation virale. On ne l'arrêtera plus. Il n'y a que deux choses qui vont l'arrêter, c'est lorsque tout le monde aura été contaminé ou lorsque tout le monde aura été vacciné. 巴西确诊的病例数全球排第3济，为头一个通报开始，7个月以来已经超过470万人去活着，要14万2000人死亡。目前疫情也无转好的趋势，各地蒙阿波侪拢是新冠病毒的受害者。加拿大第2大城里约热内卢一个蒙阿波，立一个39公尺长圆形的纪念碑，来纪念这因为疫情过身的患者。As autoridades governamentais falarem a sério, dizerem a verdade, o que é e o que não é, por 2 razões. 印尼第2大确诊的国家印度，总确诊的人数超过600万人，累积9万5000外人死亡。不过政府却持续放零措施，想要挽救进程因为封城上重的经济。Yeah, right now universities closed, school and campuses closed, but you cannot shut down every business because the economy gonna be collapsed, and we cannot survive because that is pretty costly. Okay, this COVID ain't gonna pay you rent in the month, right?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罗姆公园，由疫情受害者组的团体，伫草坡仔顶悬插超过5万支世纪的国旗，甲因为疫情不幸过身的人来致意。另外，伊嘛有放白布条，顶悬写替新冠受害者讨公道，批评政府无能力防疫。Avevamo 80 posti, quel giorno ce n'erano 76 in contemporanea. Quello è stata una cosa impattante che ti lascia dentro una grande amarezza. 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川普政府本地对2倍开始，要用国家安全做理由，禁止美国用户袂当下载 TikTok 一个手机软体。不过，联邦法院法官伫最后批准 TikTok 的母公司，也就是字节跳动的请求，暂停这项的禁令，也让 TikTok 暂时免受人禁止。伫美国有1亿用户的一门短影片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暂时躲过一劫。华盛顿邦地区法官尼克尔斯伫27日罕见透过电话听证，听出 TikTok 甲政府双方论点，搁伫最后时刻批准暂缓实施禁令，允准 TikTok 暂时用免落架，暗过驳回延后11月12全面禁用1期的要求。风靡全球年轻族群的 TikTok， 因为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企业，引起言论审查甲治安记录。川普政府指控字节跳动甲北京政府关系真深，以收集用户数据甲北京当局分享，危及国安，要求苹果甲 Google 旗下应用程式商店，为9月27日11点59分起停止 TikTok 下载甲更新。美国即卖用户应继续使用到11月12日了后，就全面禁用。暗过 TikTok律师霍尔表示，这禁令有处罚性质，是以前唔捌符而且无合理，封杀一个几千万美国人使用的公用论坛，并是处处真正的国安隐忧，是总统大选当前的政治考虑。就算暂时落架，也对公司发展甲商户造成迫害。也佫指出，落架令根本无必要，因为 TikTok 已经展开所有权重组谈判，甲美商、甲股本、甲沃尔玛达成初步协议，成立叫做 TikTok Corp 新公司，接手 TikTok 美国甲全球大部分的业务，佫得到川普的祝福。不过因为主导权问题卡条例。这案件目前也无得到美国商务部批准。今礼拜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通讯软体违信的禁令，也被加少1名联邦法官动落来。记者综合报道。纽约时报第27日报道讲，美国总统川普过去这20年来，伫2016年、2017年，加拿这2年有交美金750块的个人所得税，甚至有10年拢无纳税金，主要是伊所申报资料了钱坐过收入。不过，川普伫记者会顶头也回应讲，这是一单假消息。纽约时报以头版2/3的篇幅报道川普个人甲名下公司过去20年来的大了钱甲避税手法，以向互外界证明爱国帮地产的生理人形象的川普，2016年甲2017年2个年度，联邦个人所得税只交750块美金，相当新台币22000块。过去15年，也有10年联邦所得税1仙钱都无交，原因是伊申报的亏损大过收入。举例来讲，伊伫2018年赚4亿3490万块美金，扣押当时申报伫生理上了钱4740万块美金。
It's fake news. It's totally fake news. Made up, fake.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川普和外界知影的生理，就高尔夫球甲饭店当年拢申报几啊百万美金，甚至是几啊千万美金的亏损。伊财务连金说的方程式时，用伊的名气收购甲重大风险生理，然后佮扩大伊的亏损来避税。文章也指出，川普个人名下有超过3亿美金的贷款，而且未来4年就要到期。川普的某一寡生理是为外国官员、说客，甲迄寡想要为总统身上得到好处的人士遐摕到钱。敢若伊伫白宫的头2年，伊的公司就为海外生理获利7300万美金，多数来自爱尔兰甲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也为一寡强权领袖也是麻烦地沿政治的国家以专利授权交易的方式趁钱。Well, first of all, I paid a lot, and I paid a lot of state income taxes too. The New York State charges a lot, and I paid a lot of money in state. It'll all be revealed. It's going to come out. But after the auditors, they're doing their assessment. 川普日前伫白宫记者会被记者追问，什么时阵会公布详细纳税资料？伊的回答甲4年前竞选时同款，契约完成就会公布。美国法规并无硬性规定国家元首需要公布财务状况，也毋过自1970年以来，所有总统拢会公布报税资料，只有川普无安尼做。那安尼，伊还阁透过律师团做了外界处理伊的税务资料。包括记载和蒋义基处理报税记录，也闹去最高法院。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塔斯马尼亚岛的海域前几日发生470只海鸥做伙跨刷案件，经过抢救又救回来100多只海鸥，究竟是甚么款的原因才会发生集体跨刷呢？目前这个原因到今也是找无。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顶一日发生近代历史上上大规模的领航鲸靠刷的事件。拢总有470只，数量是真惊人。当局甲环保人士、志工，还有当地渔场的工人，做救援的队伍，经过5天的拍拼，成功救到101只领航鲸。Whales were very comfortable having us around. They didn't seem worried at all. You could certainly, definitely hear that they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救援的行动甲时间走表几啊天了后。澳洲生态局日讲，塔斯马尼亚岛附近较浅的海域已经无要活的海洋啊，而且即届领航鲸靠刷的数量多，嘛拢真大只，为着避免海洋的尸体烂去造成污染，引发第2波海洋生态问题，宣布甲救援的行动转做清运尸体的任务。目前差不多350个海洋的尸体暂时先放互归堆，避免鲨鱼等等的海洋生物干扰。当局嘛先用15个海洋的尸体，测试这个方式敢有效。另外，风的方向、甲海调等等自然的因素，嘛拢有可能影响到尸体清运的进度。From what we could see, they were quite spread out. Quite overwhelming to see how many are out there. They're obviously a smart creature. They can get around okay. Just doesn't really make a lot of sense why they end up putting themselves in that position, but they do it. 领航鲸大规模靠刷的原因，目前也唔知影。不过，可能甲领航鲸高度的社会化，还有群体生活活动等等的关系有关系。官方预测，用成功救出来海鸥，未来可能也是会伫海面中防，而且豆豆为创伤当中复原。未来这几天可能会伫附近的海域看到海鸥佫出现，因为安尼嘛请居民斗3天进行后手的监控甲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四，就是中秋的连续假期，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仔日去到立法院进行纾困的报告，强调讲这回的疏运措施有几多项的改进。不过，就立委质疑讲，亲像高公局新推出的线顶直播路况服务，民众可能是唔知影，希望交通部就要加强宣导。高乘载管制部分，10月1号，国1、国3、国5南向的6到12时都会实施高乘载管制。早起10点，高公局并且粉丝专业高速收费率进行中秋路访有报起报6万名的粉丝中，只有23人伫线顶收看，以投资定型有报路访直播是交通部这摆将近疏运的主流措施之一。刘慧认为，哪一款的收看路恐难达不到宣导路访的成效。已经在试播了，你现在网络看得到了。那个是我们特定的时间，只有23个人在看呢。
线上了啊，更委报告那个我们是放在那边，随时可以去看。2300万的人跟他里头上，你要让更多人知道，而且要改善它的播报品质。另外，为了疏解国道5号车流，高公局将伫中秋甲双十连假封闭国道5号桥顶北南路南的匝道，也放入几期。那呢，往南部国道车辆全部拢前伫南港交流道，恐惊大量的车流会踏到市区。你石碇跟坪林这个大幅度车子可以上去的，全部都封闭了，所以到时候南港的产况可想而知。南港系统它正常的一个量它可以进去的量每小时大概可以到2400以上。交通部表示，拄到连续假期，上困难的路段也是国道5号。这摆试行封闭匝道，会伫节后进行通盘检讨成效，也是希望民众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交通部也咧建议，未来连续假期头一天到最后一天试办坐客运到宜兰免费。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发布8月景气灯号已经是变做是青灯，这也表示讲国内经济渐渐稳定。另外，台商的资金也走转来到台湾，也开始投资房地产，地区买耐久债信心也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另外，六都之中，除了台北市以外，其他5都计销指数也是创下自从调查以来上界悬的纪录。国内经济会馆国发会公布8月景气灯号综合判断分数比顶个月增加5分到76分，灯号也为黄蓝灯变作稳定的青灯。第二季感觉应该是谷底了，短期的一些风险，包括美国总统的选举之后，美中这个冲突的后续的发展，还有金融市场的波动，那甚至各国政府的这些纾困措施，到底还有多少的子弹可以来用？这些当然都构成未来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国发会表示，虽然国内经济慢慢回稳，不过国际之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加上美中科技冲突相关，都影响全球经济。另外，全台厝价各惊悬。根据内政部上新统计，6都之中，除了台北市以外，其他5都的计销指数拢同步创调查以来新高。第一季主体计销指数是104.69，不止创下调查以来新高，已经连续7季起价。政府大厦大经中心公布的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其中股票投资信心创下近20年来新低，只有35.3点。反倒等下比较资金投到房地产也带动买耐久财信心创下历史新高，指数来到119.85点。全世界各国用最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挽救疫情，股价跟经济实质的表现它有一个脱钩的现象。那获利了结之后呢，就有可能会进到房地产。中大厦大经中心表示，国内房地产经济除了台商回流，将避险资金投至房地产。香港的局势不稳定，也互不少资金为去年开始陆续为香港撤离。原本主要是去新加坡，不过因为台湾防疫做了真好，有更较大的吸引力，拢是局势变红的主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骑电动厨房车虽然真方便，不过是违法的。若准骑伫车路，会当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当罚到3600块。立法院拍算要修法，授权予地方政府家己去做规范。台北市拍算是要用原则上禁止，不过有一寡所在是例外开放。这款讲法却引起业界的反弹。轻轻7月就发动电动厨房车时速有到25公里，伫咧市区是真利便，袂少少年人甲上班的人是真介意。不过目前法规还未认定电动厨房车是乌托邦也是铁马，这块的规定不明。台北市警方大部分是以劝导为主，不过今年已经处第46件，上当罚3600，其中2件还佫发生事故。立法院依托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未来会授权予地方政府定出相关许可的范围，包括可以行驶的范围、行驶的路段或者时间的部分，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整体的检讨。那相对应的一些标志标线的设施牌面或者这些部分，是不是要一并去做讨论？这个我们都会广纳本府各单位的意见，一起做综合的讨论。台北市交通局会采取原则禁止、例外开放的方式，不过开放倒一个部分，或者是骑的时段，还佫伫咧讨论。若民众较会去骑电动厨房车的所在，拢会纳入去讨论的范围。不过业者认为讲，若是设相关的限制，等于是大幅度限制骑的范围。对推广使用环保运输工具的角度来看，根本是倒退咧行。市政府跟国父纪念馆一站而已，他们就想要省下这个20块或者30块的捷运或者公车钱。很多民众都考量就是说，只是短程代步，就限制的话，变得就是不是很方便。
交通局表示，考虑到台北市的交通混合的车流真济，车路的空间嘛较有限，也若电动厨房车甲汽车、机车的速度差伤济，危险性嘛较悬，才会建议伫特定的所在例外开放的可能性，或者是设专属的车路。不过，电动厨房车伫咧外国真济城市，早就已经纳入去车辆的管理。台湾要安怎伫咧交通安全、甲减量环保之间得到平衡，外界要持续伫咧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台北营总上新的研究，因讲目睭的中风甲空气污染有真大的关系。研究团队是以健保资料库当中目睭中风的病人来做分析，这项研究结果也发表伫国际期刊顶头。一个60多岁的男性，顶一日目睭前向乌一片，敢若看会到30公分以内的范围，赶紧去互医生看，经过检查是中心视网膜的动脉去塌掉咧，血无法度流到目睭入去，确诊是中心视网膜动脉塌去，嘛号做目睭中风。目睭中风差不多是每10万人都有1.33%的几率。台北营总团队研究健保资料库内底确诊的病例，发现空气污染是致使目睭中风真重要的因素。空气污染基本上还是从肺部吸收进来，在从我们肺部吸收进来之后呢，它也许就被我们的血液吸收了，或是它会在身体引起一个发炎反应。它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发炎反应，它就掉下来变成一颗血栓，那可能血栓就在全身跑来跑去。那如果打到眼睛的话，就变成眼中风了。研究团队发现讲，一礼拜内空气污染的高度，便若增加1/11，发生目睭中风的几率，都可能会加悬1.1倍。尤其是有3个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风险是会达到1.4倍至2.16倍。那目睭中风大部分拢是向发生的，患者会向全看无，眼睛就突然间暗掉，好，那个是暗，跟我们有些人可能只是干眼症，干眼症有时候是看就雾雾的，好，跟那种情况是不一样，它会暗，就是整个暗掉。那种情况，假如说自己有这种状况呢，那就要赶快去检查。医师提醒，秋天较寒冷，空气污染较严重，若有心脏、血管相关的疾病，甲有血的人特别爱注意空气的品质，因为目前推测空气污染会引起目睭中风，主要也是因为喘气的时阵输入气造成的。因为安尼，出外的时阵爱挂喙暗或者是面罩，若等去厝里，都爱赶紧换衫或者是洗粉丝，避免甲污染的物件搁输入去身体内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湾冬季大游行，无因为疫情就来暂停，今年要继续伫10月31举办。主办单位表示，去年有20万人参加，今年受到边境管控的影响，外国人会减少真多，也呼吁讲，若准备参加的民众，就爱挂嘴暗。欢迎大家，不只是在今年的同志大游行，然后也可以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更多机会跟对方交流。长期关注社会运动的艺人安普，离开去年二度担任台湾冬季大游行彩虹大赛，鼓励民众伫10月31上街。虽然今年游行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同款举办，也不过主办单位预告外国人数将大大减少。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知道国外的游客可能都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在人数方面应该会比去年少蛮多。关于防疫的部分，我们会就是遵照中央的指示，那就是请大家尽量保持社交距离。那如果没办法保持社交距离，就戴口罩。冬季游行像嘉年华，当年来也发展出4颗位的彩虹相机。主办单位指出，今年真侪有线冬季的店家，同款受到疫情冲击，所以本届游行头一摆菜联店家参与4颗位的活动，唔望会当提振收入。我们店面有一些客人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欧美国家的人。那因为这次就是有疫情的关系，他们没办法入境来台湾，所以其实如果以外国客来讲的话，影响蛮大的。而且我们也有分大小月，就是来台湾参加活动的外国客其实非常的多，像这就是属于俗称的大月。台北市观团局也咧规划发展彩虹经济，想要开辟上电巴士彩虹路线，希望吸引游客来台北。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进入1年多，冬季运动就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也不过，协办团体又愿继续倡议看性别爱自情权，因为性别平权这条路也是有还未被重视的议题，等待突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教师节，嘉豪也祝福全台湾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教育部在今仔日也举办师铎奖的表扬大会。今年得奖的72位老师当中，年岁上介大的，就是台大副校长张尚纯。因若是一位教授，也是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调集人。
很多同学过去给我的很多的一些肯定，再加上其他的同才也给我的肯定，我当然是觉得特别的荣幸。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台湾学业表现非常好，幕后推手之一，台大副校长丁尚存，不止协助抗疫有功，也阁身兼学校教学、行政职务甲专业领域，拢有真好表现，得到今年度的辅导奖。希望培育很多的良医，那可以为国家多做一点奉献。我们的学生是可以顾及到以病人安全为最重要的考量，世俗的一些价值当然难免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同学。当然是在学校教育的时候是尽量朝最理想的方向迈进了。以希望用培育更较侪人才，同时也指出，身为医师甲教授，要兼顾各面向，按过甲疫情比起来，时间难免有冲突。感谢学校支持以防疫为优先，也感谢同学同事甲评审的肯定。64岁丁尚存是得奖人当中年岁上大的，上少年是33岁，伫印尼4岁台湾学校教册张小平老师。去到那边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小孩，当地小孩，所以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怎么样用简单的中文，那要达到我们的教学效果。线上上课毕竟还是有一点它的局限存在，所以我们还是经过半年来这样也比较熟练了。肺炎疫情，印尼确诊超过20万人。张老师讲，家己是孝蛇拄啊登台湾，不过印尼为3月开始就实施线上教学，到即马如何调整教学模式，也是一个考验。必然也希望有机会去其他国家，和教学生涯更加进步。台湾的教师在教育现场落实防疫措施，是最关键的执行者。感谢各位共同守住疫情防线。为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亲身来祝福。总统表示，因为疫情关系，有真侪国家拢将学校关起来，不过台湾老师陆续校园防疫，也加做全球少数因继续上课的国家，让学生的受教权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鸭卵想要拍入去后边的市场，却因为台湾有的业者是使用蓝马饲卵鸭，就安尼去互后边的动保团体抵制，认为这款的行为是咧虐待动物。农委会表示讲，目前也正在辅导业者改善。去用进入去一个一个笼仔来咧饲，完全无机会去甲水窟啦。鸭底仔嘛真明显有规空流血，不过这个鸭要是爱伫咧违反天性的养殖环境当中生卵，供应予生理人加工做皮蛋、咸卵等等的食品。他们的脚蹼因为没有接触到任何开放水源而干裂，然后摩擦这种铁锈的笼子，甚至是有流血伤口。在这样子的环境下，蛋鸭的处境是非常非常惨烈的，也就是为什么会引起欧盟团体反对哦。台湾的鸭卵2018年开始申请输入欧盟，不过欧洲上大的下国动保团体最近发布信息，谴责台湾用一个一个笼仔来饲鸭的方式，这可能会危害到动物的福利，也有公众的健康。因为安尼，呼吁欧盟健康食品安全总署应该要拒绝伫咧虐待环境之下生的鸭卵送入去欧盟。台湾的动保团体嘛呼吁农委会。爱赶紧辅导2城用一个一个笼仔来饲鸭的这个业者，通转停，避免影响到出口。欧盟对动物福利的要求这么高，台湾等于是要进去是难上再加难。血腥鸭蛋它根本就不应该再存在在我们台湾鸭蛋产业里面。现在我们实际调查大概只剩下20场，已经慢慢在缩减。大概如果3年的话，这是比较赶一点，是不是给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有规划个5年计划，希望这5年内让这20场全部都改善。农委会表示，拢已经伫积极辅导业者改善饲的环境。目前全台湾敢若剩20个饲鸭的鸭场，那个是用假鸭的方式来饲，不过可能要用5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全部辅导转型。动保团体讲，鸭卵出口上济美国，亲像是加州，2022年就要全面禁止用笼仔来饲的生产的卵，因为安尼无法度等遮尔久，就要赶紧转型，若无可能会失去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沙巴鸭产地介绍大波，一斤干那32块尔尔。不过小杯的沙巴鱼肚一地竟然要60-70块。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讲安尼是无合理的，要求消保官就要调查。黄伟哲也鼓励民众中秋烘肉会当参考沙巴鱼。趁早行程有人芳的时间，台南市长黄伟哲探访沙巴鱼处理工程。不
过目前沙白鱼的产地一斤才32块，已经落到咧要挖成本的价数。但是线卖沙白鱼，敢若是一块鱼肚就卖60-70块，产地甲线卖价数差伤济。已经要求消保官伫中秋节进前爱查好清楚。结果到市场的价格经过处理以后，虱目鱼肚处理以后，一片虱目鱼肚还是60-70块，这显然非常不合理。我们农业局跟经发局要这个媒合这个生产者跟消费者中间能够减少剥削的层次。除了要查讲有中盘商伫中塔介绍，黄伟店嘛做推销大赛，呼吁民众中秋节烘肉的时阵，嘛当考虑换口味，烘沙白鱼嘛袂歹。烘大师傅甲沙白鱼肚散胡椒盐调味，佮喷一点仔米酒去臭臭味，只要香再火大细，其实甲烘散肉的方法差不多。你当然就是第一火候你不能太大，对，不然你就外面焦了，然后里面没有熟嘛，对。然后你大概我们烤至表面金黄之后，你就要做翻面的动作。比煎的话，如果你要比煎的话，它吃起来的话比较滑嫩。不然，那产地啦较俗，一定甲种大半中盘啦，一定甲反映讲哦，会当吼。技巧都降较落来。就算讲产地规只鱼的价数落真济，但是鱼肚是沙白鱼上贵的部位，线卖价数也是真贵。师傅除了有责任爱查供应甲销售之间敢有绑写，嘛呼吁民众会当行好食去健康无负担的沙白鱼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向天圳目镜兰溪第二个潭风景区内优美的景致吸引游客行脚到。不过观光人潮是流落来，说是一堆的粪扫。当地环保巡守队甲东光国小合作做花种溪，也呼吁游客就爱疼惜一片美丽土地。烘肉用的铁架啊，分塑胶袋啊，互人乌白等伫咧溪仔边。民众和环保巡守队的之间，大约60个人，一人摕一个粪扫袋啊，上细咧巡，要行这条向天圳目镜兰溪原来的美景。你像今天我们来捡很多那个烤肉架，你放在这里是不是它会生锈？别人不可能跟你再拿来用，对不对？你就顺手带回去。出来巡讲啊，有人偷倒一寡废土无，倒一寡遐粪扫无呢？因为阮逐礼拜出来巡啊吼，这目前即摆改善足济安尼吼。向天圳风景水，游客多。南投溪地乡的东光村已经纳入一月潭风景区，观光的人潮所甲地方不甲遮尔垃圾。看含伊啊嘛有了。在地东光国小校长拔出学生啊来参加这摆的种溪活动。他们有些人一直在那里烤肉或是丢垃圾。那造成的环境什么？污染。你希望环境会变得怎么样？更美好。希望呢，小朋友通过这一次的净溪活动呢，能够学到说，不只是减少丢垃圾，也能够知道水资源对我们的环境非常的重要。环境教育自细汉就要定根，让大家拢知影美丽环境和可爱生态需要共同来保护和维持。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食米饭就要拜地头，保护环境的有限农业是愈来愈受到人的重视。婚林土库的农民，佮找老师来上课，希望促进地方的农业也会当兼顾品质嘅环保。8岁的稻仔头咧咧，这拢是农民的心血结晶。毋过要种出品质好的稻仔，佮无爱用化学药剂、肥料来伤害环境甲人体健康，就要更加用心咯。伫咧婚林县的土库顶遮，就有农民找专业的老师来讲课，分享有机农业的知识。是一个保护，咱大家种出好的米，食了嘛较健康。那我是希望说，把这些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讯息跟大家分享。看遮的农民拢足认真咧听老师上课，大家拢是为着要互种植的技术更加进步。通好保护环境，也通增加家己的稻仔未来优势。稻仔品种有一寡伊的来源是安怎来？目前到今为止上了袂歹。做有机的来推广，大家愈食愈健康安尼。讲课的老师李英总讲，要种出高品质的稻仔，好食是一个重点，健康甲安全嘛是袂当欠缺的条件。所以希望透过讲课来促进地方的农业。所以安全、健康、好吃，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是好品质的稻子。
在这个愈来愈注重环保甲健康的时代，有机农业是愈来愈兴。毋但是期待食这农产品的民众会当健康，更加是希望咱卡大的这片土地会当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今日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奇怪，那你这么胖啊？是有人在煮食的哦。咱进来灶卡看卖，是煞介绍今仔日的主题灶卡。灶卡汉字写作灶卡，罗马字写作子后灶。科阿卡灶第3条，卡第1条。欢迎大家来到阮家的灶卡。虽然我袂晓煮食，不过人讲无食过猪肉，嘛看过猪行路。看阿母吼煮遐尼济档啊，我婆婆啊嘛知影爱安怎煮，才煮会出好滋味哦。亲像这尾鱼啊。咱来先放伫点顶悬，摕菜刀甲鱼人烤烤哩，再个用平鼎煎。可惜吼，即马出来无大人，所以我袂当开火。啊无，等下火烧厝，代志就大条啊。今朝我普通时爱的点心就是肉包，肉包若要好食，就要用人参吹过，才会香。人讲食鱼食肉，也着菜价。今朝我上爱食的菜就是菱仁，也就是红菜头。若无时间煮，我拢用当鼎下滚水，3一时啊就好啊。再来要甲大家点一项法宝，就是电锅。不管你是要煮饭、炊卵、控汤、有鱼、煮食加真利便。传统的灶卡有真侪厉害的家私，亲像养汤的时，咱会用后虾；好料的时，咱就会用饭粒。后虾甲饭粒定定会做伙用，后虾中无空，饭粒中全空。生做无啥相像，讲人嘛无共。俗语讲，一个讲后虾，一个讲饭粒，意思就是两个人，一个讲东，一个讲西，讲的拢无关系。溜、灶卡、点、平鼎、人参、
当丁、电锅、好虾、饭粒，一个讲好虾，一个讲饭粒。哦，讲到巴肚拢枵啊！等下来去灶骹，看有啥物通食。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